咱做伙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感谢你赏赐因带阮众人伫早起时来到即间奉你的名设立的会堂中，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，拍开阮的耳孔听见伫早起时你要恩阮所讲的话语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罗马书第4章是听现亚伯拉罕甲上帝立约了后，有两款无共款，两赞无共款的信心。大先是因为伊信，毋是倚靠律法，所以罗马书第4章第30讲，上帝就算伊做义。就亲像亚伯拉罕，咱嘛会当因为信耶稣基督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。这就是上帝先来到这个世间的福音。信的人是有福气的人，得到。所以对13节，第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节开始到25节，保罗咧对咱讲，咱已经相信了，对无？咱这个相信的人，要安怎一直伫这个甲上帝这个立约的内底？了解意思吼？真歹势，咱就是人，所以咱要哪一直伫这个信的内底，透过毋是照着律法所要求的行为，是照着第二个信。两赞吼，信保罗伫遮其实有一个分别哦。一开始咱讲咱相信上帝对无？总是另外一赞是咱透过这个信对上帝的委身。所以这就是13节你了后所表达的。我嘛要大家歹势，因为保罗写这条批的时阵是有一个解释讲。大家拢知影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听有意思吼？这条批寄去罗马教会，其实是伊有解释讲，大家拢知影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所以伊才会当安尼写。总是真歹势哦，咱中间可能真侪人毋知影，迄个亚伯拉罕是啥物人拢毋捌。所以当咱读的时阵，小看有点读解，总是不要紧。咱也透过保罗一只的宽恕。小可会当了解亚伯拉罕的故事。罗马书第4章13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，要互因承受世界做产业。这个应允毋是通过律法，是通过信来得到的义。原文应该安尼写，讲毋是透过律法。迄个应允归亚伯拉罕，或是伊的后裔，是照着信的义。伫创世纪内底，上帝互亚伯拉罕有三个应允。第一个应允讲，你会有真侪后代。第二个应允是讲，你所伫地所在要成做你甲你后裔的产业。直接讲着产业嘛吼。第三是讲，你甲你的后裔要互万百姓、万族得到福气。总是保罗伫遮讲，亚伯拉罕要承受这个世界，原文应该是世界的继承者。然后原文这个继承者其实是一字真特别的字哦，伊是继承加法律所组成的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原文看起来就是法定的继承者。法定的继承者总是真特别哦。后壁保罗随讲这个应允毋是通过律法的。所以换一句话，法律其实就伫藏伫即内底啊。原文迄个意思是安尼。所以新学家认为这应该是保罗雕工的，伊雕工安尼写。讲世界继承者毋是透过法律，要互读的人也是听的人好奇。是安那
法定的继承者，却甲法无关系的，甲律法无关系的。照创世纪亚伯拉罕所下户的、所承接的产业，只有限定伫迦南地啊。是安那保罗却讲，因是世界，因要继承世界，世界的继承者。然后历代就真侪讨论啊。加利文是安尼来诠释，加利文讲是要继承借着基督洁净的世界。这是加利文的解释吼。总是近代学者读到当时第二圣殿的典外文献，将这个地扩展到全地，也就是全世界。所以大部分的近代学者认为，保罗安尼讲是咧反映当时流行的观点，就是信的人会继承全世界。伫遮，当时列比对亚伯拉罕的诠释是，虽然律法也未颁布，但总是伊是一个完全遵守律法的人。总是14节，咱读到1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那遵守律法的人，才会当承受上帝应允，信就康康，应允嘛无路用。原文是安尼讲，假使属伫律法的人，才会当真做好的，信就无路用，应允也就康康。所以保罗完全反对当时列比的这种讲法。伊要讲上帝赐咱应允，毋是借着律法，是借着信心。因为若遵守摩西律法，就会当得到上帝应允。那安尼，咱毋是交换条件，就亲像咱去庙里去拜拜，讲神啊，你若今年互我啥？阮囝啦会可以着呆呆。我就带你献偌济，对无？你去交换。保罗讲，毋是你遵守律法，就会当得到上帝应允，想了较好咧。毋是安尼。伊讲，所以刷落去，罗马书第4章15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律法会惹起上帝的生气，无律法就无违法。所以翻译顶头中文翻译会互咱误解，掠做无律法人就袂犯罪。保罗的意思是讲，无规范就袂显出迄个行为是违法的，所以伊咧强调迄个行为，是违法的。就亲像咱爱先定迄个红车顶的交通规则，然后咱看到红灯的时阵，才会当停落来。然后咱拢知影，若抢红灯，迄个互翕到，就会罚对无？就会违法对无？所以律法的意思是安尼。保罗咧对咱讲律法的作用。伊讲，上帝根据摩西律法对罪人的受气甲定罪是伊公义的义，总是律法甲承受产业的应允完全无关系，对吧？我守法，我当毋当承接上帝的产业？这两回事哦。然后承接上帝的产业，甲上帝人民的义有关系。罗马书第4章16节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因为安尼应允是用信做根据，要保证应允是对上帝白白的恩典，互亚伯拉罕所有的子孙，毋若有受割礼的人，嘛包含这个甲亚伯拉罕相款有信上帝的人，伊是咱正人的祖先。咱爱知影伫旧约。圣经内底时常用什么岁的囝来，不只是咧表达伊是什么人的囝哦，迄个肉体迄痛顶头什么人的囝，佮咧称呼遐有某种特质的人。所以保罗用安尼来表达遐甲亚伯拉罕共款，相信上帝常时委身伫伊的人，拢是
亚伯拉罕的囝。咱若甲亚伯拉罕信共一个上帝，那安尼咱拢是亚伯拉罕的囝。伫遮有两个原文的形式，值得咱注意。翻译做用信做根据，拄好是罗马书第1章17节，迄个本于信，迄个原底的迄个根据。所以后壁的原文，后段的原文应该翻译做。为着要借着稳定，互迄个应允对每一个护卫拢有效。现代中一本来翻译伫放伫即个有效，来放伫线落咱读伫17节。实际上，台语译本嘛安尼翻译，实际上应该是放伫头前较对。即个有效，希腊文的有效，当时是一个法律的名词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正式批准，互这个合约有效。所以保罗是透过这段话咧对咱讲啥？上帝已经批准了哦。咱若亲像亚伯拉罕信上帝，伊的应允对亚伯拉罕有效对无？对咱嘛有效呢，上是阁持续有效呢。伫咱即群相信的人身躯顶头。罗马书第4章17节，咱伫遮就读着有效啊吼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照圣经所记载，我互你做万民的祖先，这个应允伫上帝面前有效。亚伯拉罕信即位，互死人搁活，搁互无变做有的上帝。保罗讲亚伯拉罕信的上帝是互死人搁活。因为伊明明知影，以撒是上帝应允的囝，总是由原照上帝命令献以撒家己的囝做祭，所以互死人搁活。上时保罗也安尼讲，亚伯拉罕的信是伊甲撒拉已经年老，就亲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安尼讲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伫11章11节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对信亚伯拉罕已经老，虽然已经老，撒拉嘛已经超过生产的年岁，伊还会当做老爸，因为确信应允伊的上帝是信实。所以对保罗来看，人相信上帝，迄只不过是咱讲相信上帝，有当时啊，就亲像等一个。伫遮，伫人甲上帝面前，决意讲主，你是我的上帝，迄个起点共款。人的相信上帝，亲像人生的这条路。人生的这条路，就是一开始咱信上帝，甲伊立约，总是真歹势。咱也会伫这条路顶头来迷失，就亲像天路历程的作者。过去的翻译叫做本人约翰，伊所描述的，伊讲咱人生的这条路，伫迄条路里，真容易拄着迄个讲袂听的，一直变迁的，迄为人就是讲袂听，为人就是一直变迁。人生的这条路有可能伫痛苦的途内底。来挣扎，人生的这条路，咱嘛会拄着有人咧建议咱爱有世俗的智慧。人生的这条路，甚至有可能某一个程度，咱会入到迄个死荫的山谷内底。伫这条充满危险的路里，咱来当持续来相信，就是信靠甲委身。所以，当然，保罗提起上帝互死人搁活，是有意思将亚伯拉罕的信加委身加受死搁活的基督三连结。罗马书第4章18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伫无通毋望的时，遥肯毋望。
信讲伊会成做万民的祖先，照所应允的话讲，你一定有真侪子孙。18、19、19节其实是一句。原文18节应该安尼讲：伊伫无通望的时，还有望，相信伊会成做真侪族的老爸。罗马书第4章1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。来，伊已经食饱岁，想到家己的身躯那亲像死去，撒拉也已经未生囝。毋过亚伯拉罕无因为安尼失去信心。卡巴特伫伊的册内底讲到亚伯拉罕，讲伊是一个真诚实的人。安怎诚实？讲伊听到这个应允的时阵，趴伫涂骹内底咧偷笑，讲透可能啊！创世记17章17节就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条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亚伯拉罕趴伫涂骹，太快了哈，往前，谢谢。往前，再往前。对，好，来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来，亚伯拉罕趴伫涂骹伫笑，心内咧想，100岁的人减未生囝，撒拉已经90岁，那还会生？这叫阿婆生囝啦。台语有一句话叫做阿婆仔生囝，对吧？how可能？虽然保罗啦写讲哦，亚伯拉罕足有信心的。总是真歹势哦，亚伯拉罕嘛真诚实的，伊嘛是人啊，伊趴伫遐咧笑，意思是啥？how可能？虽然安尼，亚伯拉罕犹原相信。罗马书第4章2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保罗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来对咱讲，什么会叫做信心？毋是知影无可能来相信，嘛毋是用人最中心来想象。咱的相信是全人倚靠上帝的应允，而且基督徒的人生，就是互这个应允所找到，然后咱就这个应允来跑走。啊，伫这条路咧，咱是毋是会怀疑？会怀疑，总是不要紧。亚伯拉罕的故事咧，对咱讲，亚伯拉罕是人，会偷笑，会失望，也会怀疑。总是上尾伊相信，并且也愿意委身伫这个信心内底。卡巴特伫这段伊咧传述第4章的时阵，上头前的标题叫做“历史的声音”。历史的声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伊咧对咱讲，人信的声音，历史迄边早就已经出声，然后今仔日犹原咧对咱讲话。罗马书第4章21节到2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加利文是安尼讲，伊讲咱的境况其实甲亚伯拉罕差不多。咱看咱的四周围，其实拢甲上帝的应允对立，完全无共。伊应允咱有永远的性命，总是死亡甲败坏却围伫咱的身躯边。伊称咱罪义，总是咱却是一个充满罪性的人。所以相信上帝，检采就亲像加利文所讲的，伊讲咱爱目睭闭起，目睭闭起，下过家己的限制，甲咱四周围的事物，免抵到咱有任何的事物，
阻止咱相信上帝的真实。目睭开开，毋是黑白信哦，毋是哦，是咱知影这位搁真搁活的上帝要对咱所应允的。罗马书第4章23到24到24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毋过，家己算做义，这句话毋是加大为着伊，嘛是为着咱这的人写的。因为咱信上帝，互咱的主耶稣对死人中搁活，咱嘛会受算做义。伫这章的上尾，保罗将亚伯拉罕的信应用伫咱的身躯顶头。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就亲像圣经的意思，是为着要教示咱。亚伯拉罕毋是唯一凭着信心称义的人，这也相时是上帝为所有的人备办救恩的路。因为咱所信的上帝，就是迄位互无变有的上帝。伊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，耶稣基督用家己的搁活，咱体现上帝迄个怜悯的义的信息。罗马书第4章25节，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节上尾一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为着咱的罪过，上帝将主耶稣交互人害死，搁为着要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上帝有互伊搁活。原文是会当安尼写，讲原文是安尼讲哦。伊是因为咱的过犯受交付，是为着咱称义来搁活。所以神学家咧约上尾25节，真有可能是初代教会信仰个别，就亲像因咧礼拜内底，咱大多的信仰个别共款。有可能即句话就是初代教会信徒的信仰个别。然后，这段话，保罗真明显受到74译本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的影响。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咱拢亲像羊迷路，逐个人行家己的路。上主将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。这是现代翻译。第6节原文是上主将伊交付互咱的罪。然后12节，迄个以赛亚书53章12节也同款类似，上主将伊交付互死亡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受交付这项代志，其实拄好来讲这项代志。然后，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原文应该做，这是法律的名词。原文应该做为着咱无罪受头罚，因为义是当时的法定的用语，指的是判你无罪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基督教的福音。咱其实每一个人拢同款，咱受交付来到这个世界，对无？咱受交付来到这个世间，总是咱凭的常常凭家己的血气意念来活，所以咱活成做一个真无实款的人生。迄个华语也当安尼讲不像样的人生啊。总是真正的基督徒，毋是爱外好的人，毋是哦。真正的基督徒是一个知影家己有罪，知影爱找找上帝的人。吴武东牧师伫伊的自传内底有安尼写，伊讲伫伊迄个身躯所扎的皮袋仔内底放一张相片，
真歹势，迄张相片毋是因某，迄张相片的人叫做李怪，伊是带因全家信主的人，这土匪啦。原底李怪是一个清朝时代的强盗，上时是头目。少年的时阵，杀人放火，啥物货拢做。总是日本伫咧台湾了后，伊就无搁安尼做啊。因为日本人真歹，伊也真惊日本人。所以当时黄武东牧师的老爸黄伦，伫嘉义的东后寮这个所在开一间杂货仔店。总是因村内底的人拢知影伊做强盗啦，伊做土匪，所以伊逐摆去杂货仔店，摕啥物物件，就摕就走，就行出去啊！毋捌来付钱，毋捌来付钱哦。啊，然后也无人敢讲啥，无人敢讲话。然后有一日真特别，这个李怪入去这个杂货仔店。摕一寡物件，寄人走去迄个柜台讲：“啊，遮偌济。”然后甚至伊甲黄伦安尼讲：“啊，无我过去欠的，你帮我算算的，我要总清。”所以黄伦就感觉真奇怪，伊就暗中来观察，发现这个李怪有时阵佫跟迄个铃木甲。白蜡去庄头来卖，所以黄伦就挡袂牢，就走去李怪因兜偷看，看到因兜进前拢荒废的地，即摆种铃木、种白蜡，啊边仔有一个井会当来压。更较奇怪的是，这个李怪一个到拜六。无买卖菜哦，走去市场，甲人讲道理，真奇怪哦。然后有一天，这个李怪来到店面，黄伦就挡袂牢，就开嘴来问：“啊，你太会晓遮个学问啊？”李怪就来讲：“啊，遮个学问拢是教会传道先生教的。”伫这个进前，伊阁毋捌字，所以黄伦。就讲啊，你去拜这个基督教，拜梵啊教，这大不好，你千万唔通信哦。李怪就讲，耶稣教唔是梵啊教，更较唔是大不好。耶稣教是敬拜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。耶稣教是叫人爱孝敬父母，唔通饕餮，爱行好，唔通欠孝。有欠孝爱行，所以我才来称我的孝。这互本来做读册人，相信儒家的黄伦真感动，所以伊就开嘴讲：“啊无，你带我来听看卖啊！”伊就去后。去的迄间教会叫做牛潮湾教会，无偌久以后，伊就决定要受洗。直到黄武东对细汉就入到教会，后来黄武东牧师成做南部大会议长、总干事，一直到总会第一任的议长，加第一任的总干事。伫1954年。计划宣告100周年教会培家运动，得到真大的回应，所以伫顶一世代的台湾基督教的教会，真侪人掠黄武东做因的偶像，甚至有人将伊的囝雕工的号名叫做东，朱锡东牧师就是迄个东。黄武东牧师的东，
对长老教会现代化有真大的贡献。啊，是安那会有黄武东？是对一个信迄位为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的主，迄个罪人开始的。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怜悯阮，你知影阮本性是罪人，求你甲阮做伙伫地。阮有时阵活出一个实在毋是款的人生，主求你帮助阮，因为阮知阮倚靠家己无度，倚靠律法无度，阮只有倚靠你。主求你怜悯阮，帮助阮信靠你，委身伫你的生命中，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